成了，成了。子豪，谢谢你，还有各位师傅。不敢，我来临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不敢，谢谢你们为我大唐立下的不世功勋。你就别客气了。来这是吧？你这味儿不对啊。小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把各种纸都拿出来，我们一会儿评判一下，最后选出一种最好的，咱们准备开工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子豪，这不好吃啊！你糟蹋东西！你，我靠，终于可以用上符合标准的手指了。子豪兄，你在这儿独自乐什么呢？你说出来，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就是。你们先乐着，我先去喝一泡。我们乐了吗？哎，这几个人呢？我让他们各自去忙了。岳师傅，一会儿把这种也加进去啊。哎，好嘞，好。为什么要加这个进去啊？依我看，这种纸过于柔软，根本不适合书写用。摸摸，怎么样？摸着倒是挺舒服的，软软的。可是纸是用来书写用的，光摸着软，这个理由怕是不太充分吧？谁也不能每天买了纸回家摸着玩。去。王草，你斯文败类！子豪兄，前面就是我的店铺，这是门口的一个小摊儿。哦，哎，掌柜的，有了。自从印度炼制蔗糖法传入大唐以来，这白糖的销量可谓奇货可居。几个月前，小弟从岭南客商那里购买了一批白糖，都在这儿呢。本来是想大赚一笔，可谁想到保存不善，这糖受潮凝结，卖相不佳，眼看着亏损在即，小弟有把这店铺出售的想法。哎，兄弟，我不是块经商的材料，还望子豪兄帮忙给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一些办法。这可是黄金地段，要是在这儿开个花露水专卖店的话，那就大发了。手一星莫急嘛。有可能的话，我觉得，如果店铺连同积压的白糖一块儿出售，肯定很快就有消息了。哎呦，那就太谢谢子豪兄了。哎，客气什么呀？都是兄弟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这是个好机会，赶紧回去找老四商量，让陈家出面把张胜的店铺盘下来。在商业街上要是有个专卖店，利润简直太可观了，刻不容缓。秋天就要过去了，长安的冬天潮湿阴冷，日子不好过了。你每天跟老四出门忙活，多穿点衣服。原来你们在这儿猫着呢啊！来，看老爷给你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？这还有呢，哎，你的，谢小侯爷。你的，都是上好的段子，夫人真是体贴入微。看来从古至今，女人都一样，看见奢侈品就走动道。哎，男人真是可悲啊！难怪都说女人红颜一笑值千金，幸亏老子如今有点钱。哎呀，好了，这挺贵的玩意儿，别蹭上鼻涕了啊！本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别弄得跟傻妞似的。拿来，给我闻闻。哎呀，你就别抢她的啦。子豪啊，子豪，
你的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奥妙？居然想到用纸擦，就连皇族都没有想到啊！胡丈房，胡丈房，你干嘛呢？你让郎撵了，你快说呀！晕倒了，胡丈房他晕倒了。老胡啊，老胡啊，你我兄弟多年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老胡啊，老胡先生，胡先生，秦叔，这胡先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呀？要是这个年月可没法治啊，拍个片儿、画个验都不行，更别说开出手术了。老胡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你看，小侯爷和夫人都来看你了。胡先生，老胡，老胡，哦，醒了。老胡啊，你差点把我的尿快吓出来了。哎呀，胡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小的，快扶我起来！哦，快！小侯爷，你快看看吧！你这记的什么呀？夫人，这是2笔账啊！眼下咱花露水的收入啊，已经超过了3000两。还有，你看，这是我推算的。等咱们新的花露水作坊和造纸作坊都投入了生产，这只要1个年景下来呀，咱这侯爷府就有黄金10万两的迹象啊！10万两啊！10万两！胡先生，你刚才是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侯爷爷，刚才呀，我是被这个进香书给吓得背过气去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这么多收入，这么远大的前景啊！明天咱们就给全府上下发红包。发，指定发，明天就发。发多少？夫人你定。我定啊。发还是不发呀？夫君，能这样跟你在一起真好。苍天有眼啊，让我王子豪脱胎换骨转到这个年代。正所谓，囊有钱，仓有米，腹有诗书，身无病，心无忧，门无债主啊。最关键的还是有你们2个好媳妇。以后好好照顾老爷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谢夫人，侯府是小的的再生父母，侯府给了小人生命啊！不对，夫人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也不知道说啥了。行了，以后腿脚勤快点，下去吧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二娘子。这不能要。让你拿你就拿，下去吧。谢夫人。夫人，照这样发下去，怕是要100多两银子呢。怎么，主家没心疼，先生倒心疼了？不，我是说呀，咱这侯爷府已经好些年没发红包了，今儿这红包，奴才们连想都不敢想。就是老侯爷在世的时候，也只能是意思意思。今儿个这红包啊，怕是在长安城里豪门大户之中，那也是最多的了啊！甭说您不敢相信，就连我也做梦一样。自从侯爷得了那场病，转了性子，这府上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，花露水卖得好，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。这大家忙了1年辛苦了，发点红利算什么？这大过年的什么也不图，就图吉利。所以啊，您就放心的发。夫人呐，您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大过年了，咱们图个吉利。下一个。夫君，你说这个花是什么时候开的？你什么时候想看，它就什么时候开。谢小侯爷打赏。你得了多少啊2两白银呢，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得这么多钱，谢小侯爷、二夫人。2
2两，一人2两，这他妈日子还过吗？夫人呢，都发放了，侯府上下一个都没了。哦，对了，和公主合作的作坊也得有个得力的人照应着啊。那是。我想了想，先生做事精心，在府上工作这么多年，所有的进项和支出没有丝毫差错。这花露水生意也是照顾的有模有样，所以这造纸作坊，先生也管上吧。啊，夫人，我怎么，您不愿意啊？啊，不，我是怕冒犯了公主殿下的威仪，又照顾不好咱自家的收益啊。先生多心了，公主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您只管照做就是了。好吧。啊，夫人，前些日子啊，陈家庄那边缺少人手，我让2个犬子去帮忙了。这俩小子做的还不赖。过了年呢，我打算他2个正式当差。夫人，您看行不行啊？既然是先生的儿子，之前有帮过忙，那就让他们做吧。夫人呐，钱管家呢也有个儿子，刚刚定了亲，现在呀也正想找份差事做。行，就让他去造纸作坊吧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夫人，齐郡主来信说，请您去南山观赏雪景，等着您回信呢。哎，慢走啊，夫人。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！夫人来了。夫君啊，下人们都千恩万谢，感激的不行呢。 100多两银子，心疼的我蛋也跟着疼。还不是夫君让妾身看着发的。夫君，齐郡主约妾身去南山赏花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呀，多看看，有感而发。那个再多做几首诗啊。夫君，我们去看杀猪好不好？看杀猪？去哪儿看？庄上。你真想看？ 夫人去看赏花，我们去看杀猪，这就是差距啊！陆先生还惦记着我的儿子，帮他谋了份差事。你说，这个子儿我是吃你还是不吃啊？哎，这是2码事儿啊。贵侄子的事儿啊，我只是在夫人面前提了提，夫人就答应了。哎，这个子儿啊，你该吃就吃啊。咱老哥俩。 在侯府这么多年了，交情不浅呐。现如今，老哥管着府里的账目，还管着2个作坊的账目，公主的造纸作坊也归了您打理，重任在肩呐。这是小侯爷和夫人对你的提携，往后我还要靠老兄提带着些呢。 哎，我说这棋你还下不下了？你倒走啊！走，啊，走！夫君，庄子里做的猪血肠真好吃，妾身没吃够，可惜都被那几个杀猪的抢着吃光了。啊？想吃我明天再给你做。真是。哎，这小侯爷、二夫人拿这么多竹竿干嘛？哦，这是做爆竿用的。爆竿？ 对，什么是爆竿？爆竿啊，就是过年烧的，给来年起个吉利。去年咱们家就烧了一堆爆竿，结果现在咱们侯府上越来越红火了。钱叔说了，今年再多烧点，让红红火火的。哎呀，好啊，那快进去做做看，我也看看怎么做。好嘞。二娘子，来帮忙啊！三子，哎，把它塞瓷实了啊！哎，好。钱叔，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啊，就是把硝石装在竹节里，密封好了就成了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放在火里烧，噼啪作响，热闹得很呐。硝石啊，怎么不弄点火药进去啊？这就是火药啊！不是说这种，我是说那种黑黑的粉末，比硝石厉害多了。有没有那种东西？黑黑的粉末啊！哎呀，没听说过。即便是有，也没硝石好使。老汉我都用了20多年了，硝石绝对可靠。那是你没见过黑火药的威力，说炸瞎左眼，绝不炸瞎右眼。共产党都禁止燃放了。
等我亲自配置出来，让你们也开开眼。这可算是我第一次在唐朝过年，不弄出点动静来，那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夫君，你说这个真的比爆肝还厉害啊？一会儿你就请好吧。呀，来了，快！来！哎呀，小侯爷，东西齐了。好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去吧。一硫二硝三木炭，硫磺，硝石，木炭。多了点。哎，差不多。哎呀，这个二娘子也没给我带个棍子。传说中的火药就这么成了。啊！哎，给他弄瓷实了。钱叔，哎，钱叔，哦，你来试试这个，填点这个，填点这个。啊，好，哎，停！咋了？不是，这东西我刚配出来，我心里没底啊！你别装太多了，咱们先拿个小的试试，别伤了人，不值当了。哎，对，这根行，也别填满了，填一半就行了，剩下的用纸塞上，塞紧了。小侯爷放心，老汉我用了20多年的爆肝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，可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钱叔，您这次就听我的吧，别再有个万一。小侯爷既然这么体恤下人，那就听您的。在整个长安城，就咱钱叔的爆肝是长安城最响的。谁要敢吹牛逼，我拿你的宝剑，我戳他！好，钱叔啊，哎，一会儿把那个填了黑火药的就给我就行了，其他的你们先烧着玩吧。哎，算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啊，我亲自来放。小侯爷，还是老汉来吧，往年都是老汉放的，就不劳小侯爷的驾了。啊，钱叔小心点啊。没事。好。钱叔，出什么事了？快来呀！出人命了，快帮忙！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呢？二娘子还愣着干啥？快背呀！快！哎呀，我来！二娘子，来，快点！这边。钱叔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活了！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能哭就没事了。那个，栓子，赶紧去弄点热水给钱叔洗洗。哎，好嘞。二娘子，你去外边把那些破烂的都收拾了，要不然夫人回来该生气了。快！小侯爷啊，能不能让二夫人回避一下？你回避一下。哎呦，这回可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了！往后让我老汉还在侯府里怎么为人呢？碍事啊！哎呀，自家人。哎呀，我老汉糊涂，怎么不听小侯爷的劝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下回注意就好。再没有下次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碰那个爆肝了。我侯爷让我的两腿放软，你到了屋里给我拿条裤子来。你好
好歇着，我呀这就去啊！深呼吸呀，深呼吸。哎，对呀，别笑了，别笑了。先生，你快去给他换条裤子吧，别着凉了。这么回，我这就去，笑得头疼。夫君，改天让管家再做几个爆肝成不？不成，你没看见刚才多危险？你还想玩？我回头就把那些火药都给他收了。对。不许闹了。夫君，我给您捶捶腿，您眯会儿。哎，笑死我了！睡前捶捶腿，解懒解乏又解累。夫君这么早就躺下啦？哎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南山风景好不好啊？美，但是妾身更想看钱叔烧爆肝。你都可知道了。方才胡账房都告诉妾身了，没想到钱叔一把年纪还这般顽皮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老头啊，爱逞能，给他吃点亏，长长记性，以后就不敢了。那夫君就太小看钱叔了。这老头啊，可是咱府上出了名的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这会儿啊，正在前院研究双响的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哪行啊？这多危险啊！我得去把火药给他们收了，闹出人命来就完了。真要闹出人命了？快！哎呀，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区区粉末能有如此的威力，了不得！小侯爷真乃神人也，真他娘给力！我说老钱呐，你这人可真没记性。你说刚才差点丢了老命，这会儿又变本加厉，可整出个双响来，你真是怕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。这小侯爷不是说了吗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哎，对！哎，我不是我。钱管家在烧啊！还玩呢？小侯爷，夫人您也来了。哎，我倒是想烧来着，可是火药用完了，爆肝也没了。那就去买啊！这大过年的也不多准备一些，多扫兴啊！现在就差人去买，多买些。侯爷夫人，这火药没地方去买，这是小侯爷亲手配制的。夫君，那也再配一些嘛，妾身还没玩尽兴呢。哎呀，求你了！哎，好，配。但是呢，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只准看，不许自己烧。有违反者，休想让我给他再配第2次啊！第二呢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邻居们都睡了，要有公德心，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所以呢，等明天一早起来再给你们配。第三呢，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是最终解释权还是归我所有。夫人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云家人呀？云家一直惦记着看夫君的笑话，巴不得咱府上家破人亡才好。啊，这天底下还有盼着别人家家破人亡的？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我不小了，老爷都扛不动我了。我问你，如果咱府上败了，是不是得变卖祖产？所以啊，云家等着买便宜呢。公主殿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呀？咱们之前可是有协议的，你这么无视协议，单方面制定价格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太没有合作精神了？市销本就是这个价格，咱们又不亏本，这价钱如果定高了，好些穷人就该用不上了。穷人连朝廷都管不了，你让我管啊？再说，你以为你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老百姓就能用上便宜的纸张了？
你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已经比主旨的价钱高了2成了。要真照你说的那个样子，多少人能买得起？你王家又不缺钱，少赚点能怎么样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做过市场调查？知不知道关中道上对纸张的需求量有多大？这哪能有个准儿？你知道吗？在建作坊之前，我就已经做过调查了。整个长安城有7家经营纸张的商铺垄断了市场。赚起钱来倒是肯费心思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就意味着，我们就算拼了老命往死了干，最多也就能占到市场份额的2成。再说了，我们纸张的质量可比主纸要好的太多太多了。你定的价格那么低，一到市场上肯定脱销啊，供不应求。那不是正好吗？钱也赚了，名声也打出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出钱再多建几座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得建多少作坊才能垄断市场啊？我有钱，不怕起作坊。行，就算你有钱，你垄断了市场，那你再算算，有多少关中人士能用得上咱们的纸张？这又是何意思呀？你别忘了，商人重利。你以为你把纸张价格定那么低，老百姓就能买到便宜货？商人是要看市场供需来制定价格的。你人家一倒手，还不是卖高价？再说了，你垄断了市场，人家不能拿到剑南、拿到江南、拿到国外去卖吗？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没想到里边有这些门道。要不是你一语道破，还真是让那些奸商钻了空子。你呀，就是瞎算计。你是我捡来的，从小跟着我，如今也快长成了。过阵子就让你跟夫君圆房吧。哎，这个老四没个规矩，别人要土电话都有个章法，就他毛手毛脚的，一辈子也没个品相。你要真是我夫君就好了，我还真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。现在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要是嫁了你，就不用每天跑这么多路，可以整日里陪着你捣鼓那些旁门左道。什么叫旁门左道啊？我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。你就敢说当初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没有一点私心？我敢说，当然有那么点儿啊，但是我不为蝇头小利，也不求大富大贵。你想想以后啊，大唐的孩子都能用上我们制造的纸张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学堂里面求学，个个都能成为栋梁之才。当他们做学问的时候，建功立业的时候，名满朝堂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人。但是我已经很满足。在我年老回忆我一生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，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我临死时，我能够说，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壮丽的国家，为大唐的繁荣兴盛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默默的奋斗。本宫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说得如此豪情壮志。明知道你心口不一，还是被你的谎话打动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口说无凭，那咱们立个字据吧。啊，都准备好了。等我拿回去仔细看了再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那个卫生巾还有那小内裤用的还合适吧？那个怪怪的，我还不会用呢。这都不会用？下次我教你啊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昨天我回去以后听说，高丽支援百济的3万人马已被苏定方迫于满金桥，而朝廷也决定让薛仁贵带兵讨伐高丽，驻扎新罗的刘仁轨也已起兵，对其形成3面包夹之势。
啊？饿死我了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到底渴还是饿啊？哎，先别急着吃。姐问你，花露水进展如何啊？还是供不应求，这回咱们要赚大发了。不是姐说你，好歹你也是个大家闺秀，你就不能像你姐一样嘛，端庄沉稳一些。哎，二女，你也别总赖在家里啊，没事跟我去作坊看看。嗯，哎，过阵子我园子装修，你抽点空帮我照应照应呗。没工夫，忙就忙死。姐中午吃什么呀？这大过节没买点元宵？你姐夫说了，要自己做的才好吃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厨房做呢。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。等不及就去厨房帮忙，自己动手才丰衣足食嘛。走，二女，陪我去厨房。去吧，我歪会儿。高丽多山，限制了骑兵的发挥。如果单用步兵相拼的话，伤亡过大，得不偿失。但高丽粮少，如今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毁其村寨，焚其储粮。待到苏将军援军一到，三面夹击，高丽唾手可得。又说胡话。百济现在战事正紧，8月之前如果攻不下百济怎么办？这高丽天寒地冻，难道要我大唐战士在那过冬不成？再耽搁1年，岂不是延误了战机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啊。不过你这个说法也不妥呀。昨晚啊，他给我掏心窝子，你猜怎么着？给我符文点啊，我服了他。他说我是个纯爷们儿，愿意跟我这样的有情人做快乐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别乱动！我没，你看你这暴脾气，我一跟你说点什么你就急，怪不得你找不着有情人。他说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一听到你名字，就跟出了闪电似的，两眼放光。经过我想啊想，我就发现，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，但是一提到你名字，他就如雷贯耳。哎，二娘子，你是不是把他给怎么着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佛门俗家弟子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干那些猪狗不如的事儿啊！滚你娘的蛋！滚你也5个字儿，哎，他说话也是5个字儿。你俩有奸情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别他妈乱讲！哟，瞅你那小身板子，你打他3更也打不匀呢。闪开，我来。都瞧好了啊，二女，咱俩从小长到大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看得惯我姐？看得惯呢，我就看不惯她。夫人是个热心肠，反正你得小心着她点儿，她比你心眼多。你呀，作坊里的事情忙得多，夫人常念你的好呢。辛苦我不怕，我也不用她念我好，但我就是看不了她那张脸。哎，吃不吃糖葫芦？吃。姐夫可真聪明，凡是他发明的，要么就好吃，要么就能赚钱。我给你拿去，来。平日里啊，在你这里录好的东西，回家我就会整理出来。有什么难懂的地方，就会去请教国子监和弘农馆的教习。如今呢，尚书省那边的教习都在研究你的东西，天天嚷嚷着想见你一面。你可不许怪我啊！我当初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动静来。哎，我这人呐，平日里闲散惯了，这说话办事儿也没个分寸。我又爱钱又爱生事儿，你说，要是让我去领兵，虚报冒领的事肯定少不了我呀。要是让我去当官，那更完了，行贿受贿那肯定是家常便饭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死了！谁死了？那个腿给摔折了。谁腿砸折了？你快说呀！急死我！
就是咱庄子上那黄牛啊，它从崖上掉下来了，然后把腿给砸折了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他一头牛，他死了也就死了，腿折了，啊！你咋呼什么呀，在这儿？报官了吗？回公主没报，死头牛还得报官。报了，官府派人来看过了，同意咱们自己宰杀，因为是撞牛，罚了咱们600钱呢。啊，对，这是唐朝，耕牛是贵重的生产资料，虽然自家养，但官府是要造册的。如果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伤亡，按牛的健康状况，主人会被政府处以不同的罚款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如果不汇报就私自宰杀耕牛，更是要蹲大牢的。算了，罚了都罚了，就认罚吧。那牛呢？啊，正杀呢。咱们家呀，已经好些年没吃过牛肉了，正好今天是元宵佳节，这牛倒像是天赐的。要不公主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尝个鲜？好啊，今儿就留在这儿过节了。啊，那好啊。说呢，你跟厨房说，那牛不让他们弄，听我的调派。还有那个元宵的糖馅是不是已经打好了？打好。为夫今天就给你们做一顿饕餮盛宴。好嘞，小侯爷。妾身倒要看看夫君能弄出个什么花花来。你们俩在这儿猫着干嘛呢？公主，夫人，丫鬟呢？那丫头干活不利索，糖馅打跟绣花似的，我替她打好了。哟，还可以啊，又粘稠又均匀，不愧是女中豪杰呀。过奖啊！啥时候开饭？我这开胃开大发了，饿得直反酸水儿。着什么急？一会儿撑死你！快去，给我跑趟腿儿，去把我们那个后宅五虎将都给我叫来，一个也别闲着，过来帮忙。得。我们家最大的那口锅是哪口啊？那，就这个。差不多够用。夫人，牛下水放哪儿了？要那玩意儿干嘛？都给杀牛的了。啊？你快给我要回来！这都给别人了呢，还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再说了，府上从来不留那些东西，多脏。行，反正没浪费就行。这牛下水你也想要，多恶心啊！你们懂啥？你们这个朝代的人就知道糟蹋东西，多好吃的牛杂碎啊！听了就想吐。行，你们要恶心啊，赶紧都去膳厅吧啊！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我要做饭了。你就是想我们碍事儿是吧？不是，我怕崩你们一身血。小侯爷吩咐，都去厨房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呀！哦。来，小黑呀！哎呀，跟着我干嘛？你去把那个牛骨头给我剔干净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乱扔东西，明白吗？快！水来了！多搁点水啊，别烧干了。好的，小侯爷。哎，一介屠夫有啥可看的？当心烫着啊！做你自己的事儿，烧水。钱叔啊，会烙馍吗？啥？没听说过。就是把这个面呢给它和开了，揉软了，但是也别太软，揉的有点韧劲儿的时候，把它擀成碗口大小的小圆饼，然后扔那个锅里边给它烙上，火别太大，明白吗？啊，我试试，祝你成功。胡先生，哎，我给你安排个轻省点的活吧。一会儿呢，把这个炖肉的料找块干净布给它包起来，系好，然后扔锅里边提鲜，好不好？啊，侯爷您放心，这点小事啊，老奴还不至于办砸。好。姐夫啊，我干啥？干啥？你干点啥呢？把那个打好的糖馅儿切成块，蘸上水，然后放在那个筛子里边，筛子。哎呦，搁在这个筛子里边，和上糯米粉，然后
一直这么摇，晃，最后晃成这么大的颗粒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不明白自己研究去吧。来，腾下，水来了。王夫人好久没见你做新诗了。啊，让公主见笑了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真乃好诗啊！二女，快给公主斟茶，愣着干嘛呀？王夫人不用客气。对了，还有那首同福题词，更是妙不可言，本宫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公主过奖了。宝轮金地压人环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商山。灞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落照间。暂放晨星游雾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王夫人真是好才情啊！哎呀，谢公主夸奖。来，干了。茶。哎呀，以茶代酒，好。啊，摇的怎么样？哎，不错，就按这个方法啊，再摇这么一小筐就行了啊！快去！小侯爷啊，来看看，啊，是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？哎呀，钱叔，你太有天赋了，真是，难怪人家说这个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啊！小侯爷，您可是在夸老奴啊？当然是夸你了。哎呦，小侯爷，谢。哎，侯爷，你看这汤的味道是不是还可以呀？好，我看看。肉烂味浓，回味无穷啊！这汤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哎呀，侯爷，您过奖。哎呀，好啊，大伙儿都过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全府上下都要开荤，这个牛肉泡馍1人2碗，管吃管够，谁不吃都不行。谢谢侯爷。好啊。小弟，这碗牛肉最多，你整日操劳，多吃点啊。二娘子，你整天看家护院，强身健体的，多吃点牛肉才有力气。我不能吃肉。天意如此，这碗非你莫属。哎呀，吃多也是吃，吃少也是吃，我佛慈悲，何必纠结呢？你说的也对啊。哎，二娘子，你别吃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佛不会原谅你的，众生也不会原谅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看小侯爷，你看这吃肉，味道如何？破见眼值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我们这儿又不是庙，讲什么清规戒律啊？想吃就吃，济公还吃狗肉呢。啊，吃。钱管家跟胡让跑。钱叔和胡先生端着2碗原味去账房吃了。这俩老鬼还挺会享受。行，你们继续啊。哎，小蝶啊，一会儿盛2碗元宵，给公主跟夫人们送过去啊。哎，好，是小侯爷。好，吃吧。哎，小侯爷慢走。吃这个，小弟。我吃。你们这儿干嘛呢？吃撑了，消食儿。1顿吃上10顿喝汤啊！真他娘的撑！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何人来送死？是我。
做什么？你看哥哥，你是侯府最操劳的人，白天得干活是吧？晚上还得看家护院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偌大一侯府，你比狗机灵才行是吧？怎么说话？哥哥，我错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有话直说。尝尝这小侯爷的蛋，整个长安城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好吃的蛋。这个是我从侯府那个东院小侯爷那儿偷过来的。你敢偷东西？你听我说完呀！你怎么老对我动刀动枪的？听我解释呀！这蛋把你喂壮实了，才能保护侯府的安全，对不对？这样小侯爷才能安全，是不是？小侯爷也安全，这不是你的功劳吗？还有事情吗？有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善心善念，助人之功，助人之力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天底下呀就没有见过哥哥这么好的人，是吧？我想请哥哥帮一忙。没别好屁吧？哎，好屁，绝对是好屁，而且是香屁。嘿嘿，哥哥，你看，我是一男人，对吧？我看出来了。这男人呀，得传宗接代。是不是？你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俗人，俗人就得干俗事，讨老婆生孩子，这绕都绕不过去，是不是？嗨，说白了吧，我就想让你把我丫鬟小蝶帮我追到手。怎么帮得了？你看是这样，经过长期的观察，这丫鬟小蝶呀，喜欢你这样练家子的男人。我不行啊，我是文人骚客。我太儒雅了，所以在明天你练功的时候，你帮我演场戏，然后明白没？我知道哥哥是疼我的，我也疼疼哥哥。这不嘴给身子惹祸吗？想我堂堂一侯夫人，竟也吃了这般没出息。不会被老四说中了吧？我骨子里也是个吃货啊。夫人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公主每天锦衣玉食的，不也没管住嘴吗？也是。走，去账房溜达溜达。胡先生。哎呀，恕老奴称长祝福，不能施以全礼了。同病相怜，就免了那些礼数吧。先生近来辛苦了，造纸作坊那边没受什么刁难吧？要不怎么说小侯爷厉害呢？自打上一次小侯爷与公主殿下交涉之后，这作坊里边再没有人敢乱出花子。那个女掌柜啊，也没了先前那些个脾气，估摸着被公主殿下给训惯得够呛。那是，现如今咱王家可不比从前了，敢刁难王家的人，恐怕还没生出来。今天早上公主殿下来的时候，还跟我老汉打了招呼，还知道我老汉姓钱呢。什么味道啊？闻得人恶心。钱叔，厨房炖什么呢？哦，是昨天吃剩下的牛肉，小侯爷不让浪费，让老朽再做一次牛肉泡馍。这不正是汤香肉烂的时候，我实在闻不下去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哎，透透气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喊了半天开饭了，没一个人有动静呢。嫌我的泡馍不好吃是不是？夫人
想歪了。妾身昨晚贪嘴，实在吃不下了，饶了妾身一回吧。你们好歹做个样子敷衍我一下呀！一说吃饭，公主先傻了，你们俩又躲屋子里边，就连平时吃喝不落的老四都没露面儿。你们这是团结起来不给我面子是吧？啊！二女，你看，夫君怕你长得慢，这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你做好吃的，这才把你喂得细皮嫩肉的。你可不能辜负了夫君的美意，是不是啊？陪夫君吃饭去，我先饿一顿，每晚再说。二女啊，你陪夫君吃饭，给你讲故事啊。走。夫君，妾身要听故事。故事没有，看我广告。我要不略施小计，你们谁能出来陪我吃饭？夫君骗人！我要听故事，我要听故事。好，听故事，听故事。话说呀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呢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。不带这样的，不带这样的。出事儿。啊！回小侯爷啊！老奴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拉响了警铃。这件事非得小侯爷亲自出面拿主意不可了。怎么了，夫君？出什么事了？夫人，二夫人，容老奴慢慢道来。前些日子，一些外地赶考的学子求功心切，提前半年就来到了长安。他们嫌城里的消费太贵，承受不起，就跑到咱庄子上农户家借宿。这借宿就借宿吧，他们到处乱窜，还要参观咱们的灶子作坊，守卫不允，便和他们给厮打起来了。那然后呢？守卫抓了2个带头闹事的学子，交到了官府。那不就结了吗？交给官府处理就行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他们同行的学子心头不忿，正拉帮结伙的赶来找小侯爷，你要讨公道的，还找我呢啊！感情唐朝也有愤青，老子当年上学那会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打架斗殴我不敢，可蛊惑人心、煽动个罢课抗议什么的，我可是前辈。哼，穷学生闹事儿，一吓唬准跑，这世道哪有那么多5、4青年？夫君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想办法呀！哎呀，别着急嘛，这个学生嘛，就爱弄些没名堂的事儿。贤叔莫急啊，带我去会一会那些学子。老奴听候调遣。哎呀，你们在府上好好待着，等为夫回来，好吧？别乱跑啊！妾身怎能让夫君一个人去赴死？既是夫妻，就要同生共死。什么同生共死？你是不是小题大做吗？听话啊，乖啊，都是老爷们儿，你们几个姑娘家跟着掺和什么呀？你这，小侯爷，不是贤叔，你们这个阵仗也不太合适吧？几个学生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有备无患呐，此番一去，凶险未卜。小侯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奴怎向我王家祖辈的在天之灵交代呀？可是妾身说的对，夫君若不语，妾身绝不放行。不是可是你们这样，你说几个学生能翻得起什么大浪？这样有辱斯文，以后传出去还不说我侯府虐待世人啊？这几个穷学生跑到庄子上生事儿，这个传出去才让人笑话。今天妾身一定要让他们见识本府的厉害。钱叔，你去把程老公爷还有兰陵公主也喊来助阵。夫人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去。钱叔，我求求你们听我的行不行？这些人够了，带路吧，带路啊！好，走。好好保护老爷。放人！让小伙子出来，要不我们自焚！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
二娘子。诸位好！苍天哪，这都是些什么学子？全都是些老弱病残。万一这些人里谁得了魁首，怎么去走马观花？不被颠散了，也得让长安城里等着目睹状元风采的大姑娘唾骂而死啊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侯爷。大家别着急，你们的同学我已经派人去保释了，相信很快就能回来了。你们都饿了吧？钱叔，给这些大爷给这些学子们准备点吃食，别都饿晕了。管你们话呢，哑巴了！对待读书人要有文明的方式。这个孔子不是说过吗？做事要三思而后行，不能总是打架动粗啊！大伙说对不对啊？问话，哑巴了啊！对。好吧，你们都散了吧，回去等消息，啊！散了吧。小辉，干嘛呢？嘘，中堂来了一个大人物。什么大人物啊？是个老头，气势不凡，气宇轩昂的。老头？上官大人，苍梧县男王修、王子豪，不知大人驾临寒舍，有失远迎。王献之不必拘礼，请。谢大人。老夫上官仪，久闻王献之大才，文韬武略，满腹经纶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青年才俊，气度不凡啊！他就是上官仪，中书令正三品，朝中有实权的大人物。再过几年，他可就要跟武则天过招了，这可是历史名人呐！今天我算是见着活的了。上官伯伯过奖了，伯伯一世英名，子豪自惭形秽啊。哎，王献之不必过谦。今日里圣上颁旨封赏于你，老夫斗胆领了这个差事。王献之来接封赏吧，别辜负了圣上的一片美意。王修、王子豪接旨。臣下领旨。吾皇上谕：丕宗王侯，功臣昭昭，其性之良，其行之义，允文于武，四方之纲。其子王修，才德识广，雄韬武略，慎导而治，事义包边，以彰其德。靠后点儿，这种大事咱们女子冲撞不得的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里面干嘛呢？夫君立了大功，皇帝恩赏他呢。法器学营，品性纯良，三从四德，侍夫有方，册封四品，赐之诰命，臣事一族，通通有赏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王献之，皇上封赏于你，孙夫人也封了四品诰命，连带着父母都有封赏，真是光宗耀祖，可喜可贺呀！好，那我让贱内也出来领赏。免了吧，夫妻一体，你领旨和你夫人领旨还不是一样？那还有什么过场吗？哎呀，照规矩啊，这颁圣旨的人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。可是这我看就算了吧，咱们来日方长嘛。哎，别坏了规矩啊！哪说哪了。大人啊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这就让贱内准备一下。哎呀，你看王献之，你看这孩子，你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您等一会儿啊。站住！往哪儿跑？过来。夫君有何吩咐？夫人呢？夫人说，
夫君为王家立了大功，去祠堂拜谢先祖了。列祖列宗保佑，夫君为国献策，今日受到了皇帝的嘉奖，就连我陈家也跟着开了光，这真是万事修来的福分。我薛颖一定不辜负老侯爷的临终嘱托，尽心尽力的辅佐夫君，为侯家生一个大胖小子，万事繁星，光宗耀祖。哎，夫人，你说这大喜的日子你哭啥呀？妾身高兴嘛，让夫君见笑了。按说我也该在老祖宗面前哭一笔，可这毕竟不是我的老祖宗啊。这会儿要是能给我亲爹亲妈打个电话就好。夫君不在外面陪上官大人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快去准备几瓶酒花玉露来。要酒花玉露做什么？你别提了，这个老不死的上官仪，哎，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我算发现了，这天底下的所谓正人君子都是一路货色，免不了贪污受贿的，这些都是国人的劣根性啊！别胡说八道，这万一被别人听到，会惹祸上身的。说说怎么了？我将来还要写到唐朝秘史里面呢，啊，把那些唐朝见不得光的事儿都给他晒一晒，让后人读历史的人啊别被蒙得团团转的，还稀里糊涂的觉得唐朝。净胡说八道，不要命了？就几盆酒花玉露嘛，听这就给他拿。哎，给他多少瓶啊？给他来20瓶吧。20瓶？哎呀，你就别舍不得了。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个上官仪也算是个实诚人，不像那些装腔作势的人啊，在那狐假虎威的，最后都是一些披着羊皮的狼。难怪这武则天杀了他之后，还特别钦佩他的才学和胆识。哎，说到这儿，突然我对他的敬佩也是油然而生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就别愣着了，快去吧，毕竟人家也是历史人物。哎呀，20瓶不多不多。大人，这是酒花玉露，还请您笑纳呀。啊，老夫记得这酒花玉露曾在长安城里风靡一时啊，还寻思着弄几瓶给我家夫人送去。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？伯伯您还不知道吧？这酒花玉露已经更名为花露水了，简化了原来的配方，却还是熟悉的味道，各大门店均有销售。至于酒花玉露嘛，现在属于内部供应，只赠于您这样的大人物。哎，那老夫就谢过了。哎，客气啥？自家买卖，举手之劳。好，王贤侄，时辰不早了，快去与你夫人同贺封典之喜吧。啊，老夫告辞。啊，那好啊，大人请。留步吧，日后有用着老夫的地方，尽管讲。哎，伯伯留步，伯伯，小侄还有一事想与伯伯讨教。请讲。素闻伯伯直言不讳，刚正不阿。那倘若，当然只是个假设呀。假设他日午后谋权篡位，独揽朝纲，伯伯如何看待呀？大胆！啊，不是，这就是个比方啊。倘若真有那一天啊，老夫必当冒死上谏，废了他。倘若此举必死无疑，乃至株连九族呢？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朝纲不能乱。与其把真言憋在肚子里憋死，不如拼死一剑。伯伯，请受小侄一拜。这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场病把小侯爷给整好了。这老侯爷要是能看到今儿这个场面，
非乐开了花儿不可。嘿嘿嘿，想什么呀？又不赢房子不赢地的，弄着干什么？下呀！没，我刚才啊，是没缓过神儿来，总觉着这一早上啊，就跟做梦似的呀。哎，没见过世面呐。哦，没见过世面。哎呦，也不知是谁呀，刚才还捧着一箱子封赏，还哭了一鼻子呢啊！你懂啥？那叫喜极而泣。得，这片棋子儿啊，是我的喽！哎呦，哎呦，今儿来的够早的啊！你这又是加封又是进爵的，我还不早点过来沾沾喜气儿？消息这么灵通？废话，给你扳指加封的那是我亲哥哥，我比你知道的早多了。你瞧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你哥是皇帝了。没大没小的，今儿好事成双，我再告诉你件喜事儿好吗？什么喜事儿？辽东大捷，百济漠河联军全军覆灭，斩首3万余，捕获5万，一举收复被百济占领的所有新罗城池。好啊，胡先生，你又发什么异张？一惊一乍的。激动啊！哎，侯爷，您有何吩咐？今日前线大捷，到账房里边支出300贯来，平均分发府里上下。啊，这前线大捷，咱府上也发赏钱？高兴吗？哎，谢侯爷。哎，侯爷，老奴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去吧。哎，嘿，这怎么又跟做梦似的，一真一幻？